我依家身處喺加州直谷 Santa Clara 市，喺我後邊呢，就係嫌疑殺妻案嘅兇宅。Google 工程師陳立仁被控殺咗佢嘅妻子，亦都係一位 Google 嘅工程師，佢叫做 Yu Hin。咁依家咧就俾大家睇下呢一間屋啦。咁呢一條街咧係叫做 Valley Way。大家可以睇到啦，呢條街咧係一條相當之寧靜嘅街道嚟嘅，有好多嘅住宅喺呢度嘅。繼續同大家分析陳立仁呢一個嫌疑殺妻案啦。咁我哋作為出庭律師咧，喺打每一個案件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諗一個故事線喺度嘅喎。咁事關咧就根深蒂固啦，就我哋人類咧係好喜歡聽古仔嘅。我哋嘅文化咧都係 surrounding 好多嘅一啲嘅傳說啊，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出庭嘅時候咧，亦都需要顧及到陪審員佢哋嗰個嘅好奇，佢哋想睇啲乜嘢，佢哋希望咧將所有嘅證據啦都可以串埋一齊咧，變成一條好understandable 嘅故事線。呢個就係佢哋嘅渴求。咁因此咧喺呢一個陳立仁嘅案件裏邊咧，我哋咧就可以見到啦，有一對27歲嘅情侶，係咪？只係結咗婚2年嘅啫。咁就細個嘅時候係學霸嚟嘅，兩個都係。咁進入咗中國係頂尖嘅清華大學啦。咁然後咧嚟到美國呢度咧，亦都有進修啦。咁同埋成為好出色嘅工程師，兩個人都係。咁而且咧兩個人亦都咧受僱於係世界數一數二嘅電腦工程公司，就係呢個谷歌。咁呢個咁完美嘅故事啊，係咪好似一個童話故事咁樣？點解會喺一晚之內咧就係變咗一個噩夢咧？係咪？女嗰個咧就係斷送生命，咁而男嗰個咧就係變成階下囚，有可能咧成世人咧都要坐喺美國嘅監獄裏邊。嗱，咁根據咧朋友黃小姐佢喺法庭嘅證供咧，咁原來呢一個陳立仁咧同埋佢嘅前度女朋友咧係有一段藕斷絲連嘅關係嘅噃。嗱，咁因為咧就喺2023年10月份啊，即係話案發之前2個月啦，就呢個于軒就發現咗啦，佢個老公咧就原來咧係有繼續咧同呢一個前度女朋友蔣夢青咧係保持聯繫。咁而且有一次咧，蔣夢青咧就嚟到灣區呢度去一個參加演唱會，咁就離開嘅時候咧喺機場陳立仁咧就係錫咗佢一下嘅。OK， 咁呢一個咁樣嘅舉動咧係發生喺陳立仁同埋于軒已經結咗婚之後噶啦。陳立仁亦都向其他人啦，好似一啲朋友投訴咧，就話若果我當初咧娶咗呢個嘅蔣夢青咧，我依家個人生咧就會好好多噶啦。咁事關佢話咧就蔣小姐咧就賺錢比佢老婆咧更加之多喎。咁當于軒發現啦陳立仁同埋佢嘅前度有呢啲嘅短信交流嘅時候咧，佢就質問佢啦。咁陳立仁咧就只係咧將啲短信刪除咗佢，咁然後道歉咧就拒絕再同佢交談啦。嗱，咁之後咧，于軒咧發現咗更加之多咧一啲嘅情書喎，係咪？就呢啲嘅情信咧就係由呢一個蔣小姐咧寫俾陳立仁嘅。咁喺信裏邊提到啦，就話陳立仁咧就喺個機場錫佢啊，咁佢呢啲嘅行為佢哋又唔應該做啊。咁而且亦都提過咧，陳立仁咧就提出咧兩個人咧，即係話陳立仁同埋呢一個蔣小姐咧就一齊喺灣區共同買一間屋咁樣。嗱，咁呢一個嘅前女友咧，亦都出庭作證啦，佢咧就絕對冇抵賴咧，佢同陳立仁之間咧係有一段比較即係曖昧嘅關係嘅。咁佢話咧事關啦2022至到2023年咧，陳立仁曾經提出咧同呢一個蔣小姐復合，咁但係因為當時咧陳立仁咧就係已經結咗婚啦，咁因此咧蔣小姐就拒絕咗佢。咁有其他人問陳先生點解你唔同你個太太結婚啊？如果你咁唔開心嘅話，咁陳先生就話因為呢個財政上嘅一啲嘅問題，咁好有可能咧就因為兩人咧喺呢個 Santa Clara 市咧就買咗一棟嘅房屋啦，就係將近200萬嘅。
咁因此咧兩個人咧就要共同承擔呢一個按揭。沈律師啊，因為感情關係而導致悲劇咧，時有聽聞㗎。咁但係我覺得咧，呢一宗嘅愛情三角錯並唔係一般嘅三角關係。如果導致謀殺案嘅原因真係兩女一男嘅三角關係，以現今並非封建嘅社會氣氛，其實係一個好容易解決嘅問題。陳立仁大可以同妻子分開，同前度女朋友再續未了緣。我認為陳立仁對前度女友蔣夢清嘅感情，同前度女友對陳立仁嘅感情深淺程度並不對等，期望亦都未必一致。前女友可能依然沉醉於昔日兩個人一起某啲甜蜜嘅片段，樂意同佢見面，但係唔代表前度女友有興趣取代佢妻子嘅位置，或者破壞佢嘅婚姻。既然陳立仁已經係有婦之夫，前度女朋友可能希望保持現狀，唔想有咩改變，可能會同意偶然大家聯絡一下，交心交談已經心滿意足，又或者只係視對方為一個可以傾訴嘅對象。妻子于軒對佢哋已經有緊密聯繫嘅事知情，陳立仁更加有機會處於一個兩頭唔到岸嘅處境，既唔能夠同舊愛火重燃，亦都唔可以同妻子美滿幸福。呢一個處境極有可能令到本來喺學業同事業方面都順利嘅陳立仁充滿挫敗感，飽受折磨。前度女友從來都唔理睬陳立仁嘅話，可能陳立仁會專心經營自己嘅婚姻，即使婚姻亮起紅燈都可以設法解決。但係陳立仁同前度女朋友糾纏不清嘅關係，足以令佢思潮起伏，情緒波動不定。如果前度女朋友一早可以斬斷彼此嘅聯繫，斬釘截鐵，或者給予陳立仁一個清晰嘅訊息，陳立仁可能唔會長期咁停留喺感情迷宮裏面。如果陳立仁真係殺人兇手嘅話，咁前度女朋友蔣夢清會唔會係結束于軒短暫一生嘅催命符呢？嗱，咁我本人咧就睇咗呢一單案件嘅初審記錄，咁因為每一次上庭咧，就呢一個法庭咧都會有作一個筆記記錄嘅。咁就我睇到咧有一個細節咧，我認為咧係喺呢間案件好關鍵嘅，就呢一個細節咧，就係喺于軒啊，當佢被殺之前嗰一晚咧，就同佢個朋友黃小姐咧，就問咗佢一啲問題，就話咧究竟啊，如果一個已經分咗手嘅男朋友去錫一個女朋友，而兩個人咧都係喺同一間公司做嘢，咁事關蔣小姐咧，佢係喺呢一個 Waymo 公司咧做電腦工程師嘅。咁大家都知道 Waymo 咧同埋谷歌咧係兩個係有一個同一個主公司，咁因此咧佢咧就問佢個朋友啊，喺呢個情況之下，若果呢個男仔錫呢個女仔咧，會唔會構成一個性騷擾喺個工作嘅環境裏邊？嗱，咁呢個問題好重要㗎，咁即係話咧，依家咧呢個于軒啊，就係準備咧同佢個老公陳立仁攤牌。咁就話咧，若果你仲係要同呢一個女人去交往嘅話咧，我就告你，去 Google 告你，去即係公司啦，就話你亂搞男女關係，錫呢個女同事 ，OK？ 你又結咗婚嘅，係嘛？佢又有男人嘅，咁你咧做出呢啲咁唔妥當嘅行為咧，個 Google 一定炒你魷魚。嗱，咁即係話陳立仁咧，可能就係被于軒咧，就係逼到絕路啦。佢自己覺得逼到絕路，因為依家咧佢一係咧就同佢嘅心愛嘅蔣小姐斬纜，係咪？冇咗份工，即係冇咗收入，冇咗份工，仲要冇埋佢嗰個最愛嘅蔣小姐。咁佢覺得走投無路啦，就決定啦殺咗佢老婆。呢個咧就係我嘅自己本人嘅 theory。咁啊 Helix 你又有啲咩睇法咧？沈律師啊，咁如果咧于軒喺案發當晚真係有對陳立仁作出要求佢終止同舊情人嘅聯絡，又或者係以離婚為威脅嘅話，咁可能佢呢個行為就會構成足夠嘅挑釁，令到咧辯方有一個可以講成誤殺嘅辯護理由。嗱，我希望咧就你唔好有一個嘅即係話一個誤解，就係話如果係有挑釁就一定係誤殺 manslaughter。但我好多人咧就會諗，哦，你挑釁我，我殺你，係咪？就即係誤殺咯，係咪啊？咁但係呢個並不是謀殺嘅定義嚟嘅。如果大家記得我第一集講啦，謀殺嘅定義咧係 malice aforethought， 即係話當你殺人嘅時候咧，你係咪心懷鬼胎？你係咪有一個仇恨喺度，有一個邪惡嘅念頭喺度？呢個先至係謀殺嘅標準。
咁所以咧個分析咧，你就唔可以話佢有冇人煽動佢啊，又或者挑釁佢啊？呢個係咪一個變成一個誤殺嘅理由啊？呢個只係睇某一個因素啫，你要成個 picture 睇嘅 ，OK，full picture。所以咧就當晚有可能 ，OK， 我哋依家暫時冇證據喎，有可能于軒係挑釁佢 ，OK。咁但係咧，當佢殺呢個于軒嘅時候咧，佢本身係咪重申一次啦？心懷鬼胎，係咪真係有仇恨去邪惡對佢太太嘅一啲魔鬼嘅傷害佢嘅念頭 ？OK。但係我唔同意有念頭，即係等於會有係即係心懷鬼胎，因為兩夫妻相處咁耐，一定係會有一啲積怨啊，大家唔啱嘅。咁如果好似你咁嘅理論，一有積怨，任何行動都可以稱之為謀殺嘅，即係每一個動作稍為有啲力量嘅，都會稱為謀殺，咁就對佢呢個被告唔公平。冇錯，嗱咁呢個咧就係好似喺香港嗰單殺妻案啦，原本嗰啲陪審員亦都係咁樣諗。就話即係話你雖然夫妻有啲拗撬啫，係咪？咁但係咧，你攞條線立死你老婆係咪？仲收埋喺佢個箱裏邊，咁呢個應該就係謀殺啦，係咪？咁但係咧，呢個上訴法庭唔認同呢個係個睇法，係咪？呢個上訴法庭認為咧就係呢一個老公咧嘅精神健康報告咧，就證實咧，佢當時咧係情緒失控，因為咧佢個係處於一個好嚴重嘅 depression， 即係佢個憂鬱症啦，係相當之嚴重嘅。咁令到佢咧係完全不能夠控制 ，OK， 佢自己嗰個嘅思想同埋行為咁樣。咁但係咧就我自己覺得喺陳立人呢個案件咧，呢一個講法咧就真係唔係好行得通。咁事關咧，我自己心目中嘅陳立人咧係一個相當之聰明嘅人 ，OK， 佢可以成為清華大學嘅大學生，喺 UC San Diego 畢業嘅學士係咪呢個碩士？咁跟住然後亦都喺 Google 咧做咗多年嘅電腦工程師，呢個人唔係一個傻嘅人 ，OK。咁因此咧，我自己覺得咧，佢根本已經係有呢一個嘅意念喺度，係一段好長嘅時間，佢同呢一個前女友糾纏不清嘅時候，咁但係嗰一晚咧，就佢將佢爆發咗出嚟啦。呢個係我自己嘅諗法咯。咁講到挑釁方面咧，我想解釋翻喺法律上一個客觀嘅標準。法律上有一個經常使用嘅標準咧，稱為合理人士嘅標準。咁何謂合理人士咧？合理人士係一個假設出嚟嘅人，意思係咧一般人喺類似情況之下應該有嘅反應。咁呢個標準本身可以係有好大嘅爭議空間。咁喺呢件事上邊咧，如果于軒對陳立人提出任何嘅要求，或者逼佢同前度女友斷絕聯絡，咁陳立人喺呢一個時候能唔能夠消化到呢一個信息，能唔能夠處理到呢一件事引起嘅情緒就係關鍵啦。如果佢真係處理情緒方面有問題嘅，就好似于軒喺之前嗰晚向朋友求救咁，佢真係情緒受困擾。咁就算一個好聰明嘅人都會有情緒受困擾嘅時候，或者佢真係處理唔到呢個時候，佢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做一啲過激嘅行為都唔出奇嘅喎。嗱咁呢一樣嘢咧，就要睇下陳立人咧，佢本身咧係唔係一個帶有好演技嘅，好似一個影帝咁樣，係嘛？即係佢咧明知道啲朋友會過嚟探佢噶啦，就裝作自己好似神情好恍惚啊，係嘛？即係話又語無倫次啊，係咪？咁然後當啲警察嚟拉佢嘅時候，佢又係裝作好似自己好似遊魂咁樣啊，係嘛？即係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啊？嗱咁當然啦，我冇檢查過係咪陳立人嘅所有嘅醫療報告、醫療記錄係咪？佢可能潛在精神健康問題都唔出奇，但係最起碼就係佢身邊嘅朋友、佢嘅親人個個都話：我唔知佢有精神問題嘅噃，係嘛？佢一向以嚟大家朋友出嚟玩，佢都好正常嘅噃，係嘛？咁我覺得呢一啲係證據係好關鍵咯。係咯，你講到陳立人可能係真係有好聰明，有心策劃呢一個謀殺案。咁因為現場有一啲嘅監控片段，如果陳立人真係有呢個諗法嘅話，其實辯方律師係可以善用現場監控片段嘅真空時間咧，嚟到達到佢哋自己嘅目的㗎。咁因為現場嗰啲監控片段只係見到咧死者最後活生生出現嘅畫面，咁同埋死者呢個被告身上血淋淋嘅畫面。咁但係其他真空嘅畫面究竟發生咩事咧？只有被告同死者兩個人先知道。而死者不在人世啦，咁即係話只有被告一個生口可以講嘢，即係話咧，辯方律師其實發揮空間都好大，只要佢講嘅嘢同出現嘅監控片段冇矛盾嘅話，基本上控方都好難可以挑戰話係錯嘅喎。嗱，冇錯啊，
咁我 expect 咧雙方面咧都會有自己嘅劇情，可以咁講。因為睇嚟咧兩方面咧嘅律師咧都係相當之有經驗嘅出庭律師，咁所以佢哋好明白咧就係要 tell a story，OK？你同啲陪審員咧，你一定要講一個好有說服力嘅故事。咁而呢一個動機咧就係成為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嘅因素啦，喺呢個案件裏邊 ，OK？ 咁就話雙方面都要用同一樣嘅證據嘅，係咪？咁呢個就係個法庭嘅作用啦，就係 find the facts， 係咪？即係話嗰啲監控鏡頭嗰啲畫面啊、相片啊，係咪？證人嘅口供啊，全部嘢都要攞出嚟講。但係要真係了解呢個案件更加清楚嘅，我贊成就係要做一個完整嘅陪審員裁決。咁因為陪審員嘅開庭審訊咧，先至可以 thoroughly 咁樣咧，去完全去分析晒成單案件。嗱，咁我哋依家 so far 睇到嘅咧，只係3日嘅初步審訊嘅資料嘅啫。OK， 3日嘅證供喺法庭，其實對呢個咁複雜嘅謀殺案嚟講咧，係唔足夠嘅。OK， 咁因此咧，若果呢單案件咧，明年1月份嘅時候咧，上去見法庭，法官話 OK， 大家講唔掂數啦，依家開庭審噶啦，咁要審幾耐？ OK， 咁可能要3個月，可能要6個月，係咪？咁樣都唔出奇嘅喎，因為呢啲係一個好相當之複雜，要叫好多心理醫生嚟作證啊，要叫好多啲朋友啊、屋企人啊出嚟作證啊。咁因此咧，我相信你嘅問題咧，阿梁律師，我哋如果可以睇得到呢單案件審訊咧，我哋就會解答得到好多呢啲問題咯。剛才沈律師提到陪審員審訊，咁我諗到其實陪審員嘅人選可能對於呢一個案件嘅判決都會有好大影響。咁究竟當中嘅人係男性啊、女性啊、單身、已婚、未婚、離婚，又或者有冇經歷過三角關係，有冇試過被愛女出賣、背叛，呢一啲亦都可能會影響咗呢一個判決㗎喎。嗱，即係如果我揀陪審員咁講啦，即係如果我係代表政府咁講啦。你又代表陳立仁啦，好冇？咁我會選擇啲咩嘅陪審員咧？我諗我會選擇一啲比較重視規律嘅人。咁而且咧，我亦都會選一啲比較保守思想啲嘅人啦。可能年紀比較大啲人嘅保守，通常都比較即係思想比較保守啲啦，係咪？咁係咯。咁同埋好似你話齋，就係要選一啲係可能覺得即係話婚姻係好神聖嘅，係咪？你傷害個配偶咧，你就大鑊啦，係嘛？即係有一啲咁樣嘅傾向嘅陪審員，我如果作為政府嘅律師，我會咁樣選擇啦。如果你代表陳立仁，你會選擇啲咩類型嘅陪審員咧？如果我代表陳立仁，我會揀一啲有機會從陳立仁嘅角度思考嘅人出發。咁呢啲會係咩人呢？會唔會係一啲即係比較經歷多啲感情波折嘅人？但係呢一樣嘢好難由外表或者學歷可以揀得到嘅，因為佢外表就算佢唔俊俏，唔代表佢唔受異性歡迎噶嘛。咁又係嘅，咁又係嘅，呢個都係有時候都要憑一個直覺嘅，即係到你真係面對呢啲陪審員嘅時候。嗱，咁當呢個陳立仁嘅案件有最新嘅消息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本台同大家觀眾去分享噶啦。嗱，咁我哋下一集咧就係會深入咁樣探討。喺2024年3月份咧，三藩市West Portal 區發生一單駭人嘅車禍案件。咁喺案裏邊咧，年長者呢一個 Mary Lau 就揸住佢嘅奔馳運動型房車咧，就高速咁樣撞向一個巴士站。咁然後咧就一家4口咧就係被佢撞死嘅。係啊，呢一宗案件嘅肇事司機係華人啦，所以案件曾經都震撼華人社區。咁喺事發之後咧，亦都傳出咧呢一個肇事司機企圖轉移自己嘅資產喎。冇錯啊，係啊 Hellas。咁因此咧，呢個案件咧好值得我哋去深入咁樣分析同埋探討嘅。咁就如果大家係喜歡嘅話咧，你記住要留意我哋下一集嘅北美華人奇案風雲錄啦。咁多謝大家收睇，再見。